台湾啊，加入世界卫生组织，会当含全世界各国大家共同来，互全人类的卫生医疗的发展会愈来愈好，来维护全世界每一个人的生命和健康。所以讲，咱未来要行的路，还佫真长，咱就爱一定继续打拼，大家来互咱这个联合国协进会，佫所有的社团一个呼一声来下鼓励，好不好？ 将近2年的拍拼，咱的改革已经慢慢要看到成果。像讲总统交代，我来做的年金改革，即马公告人员的部分已经完成修法，今年7月就要来实施。今年的改革经过了足多沟通以后，真紧，这个法案嘛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。在座各位可能佫有足侪建议，伫新的一年内面，我一定会将谦虚的来检讨。 来回应着咱台湾多数的民意的期待，我相信伫蔡总统的领导之下，只要咱大家会当互相努力，坚定的行落去，咱就会当有一个更加自由、更加民主、更加公义、更加和平的台湾，就是伫咱的面头前。最后，我要拜托大家，和政府做伙拍拼，做伙来推动改革，积极来参与更多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，让台湾真正成为人类大家庭的一份子，让咱2300万人拢会当做一个有对社会、对国家、对全世界有贡献的世界公民，让咱大家来拍拼，让咱嘛感谢希望大家会当来继续努力，多谢大家，祝大家平安喜乐，多谢。